可能是個世間你喺度按多白實各樣嘅問題，是個對付咪就是個冇辦法冇路少冇入平安。但係嗰個福音講是嗰啲，所以呢個約翰福音16:33節咁樣講到，攏總我已經講了你啲，為了你得到平安。呀，所以世間你得到痛苦，得到各樣威脅你白實，但係上帝講是嗰啲滅強一個心。呀，已經上帝打贏呢個世間了，嗱，所以即家嚟尋上帝，嚟依靠耶穌基督嘅力量，佢本是個強嘅力量嚟對付一切嘅社會世間呢個痛苦問題，各樣嘅對付嘅，用即家單身嘅力量，當然即家冇人樣本事，即家嘅力量有限制，但係而家嚟求上帝耶穌基督嘅力量嚟更加通才，你唔是驚滅強是家嘅心，人乜嘢滅強呢？當然即家相信上帝，佢本是個強嘅心，是家人要對付一切嘅世間嘅問題，然後得勝，阿門。